名人在報道上的貢獻與虛妄。上，香港教會睇真啲。這次分享中，名人是指有錢人、出名的藝人、有知名度的人。正面、負面。報道時的運用名人效應是指報道者、報道會使用名人基督徒參與，從而借助他們世上的知名度來幫助傳揚耶穌的福音。讓我們看看聖經，名人能有榮耀神的效應，是因什麼東西？巴拿巴是一個有錢人，當然是會有名人效應的，但是他能夠發揮屬靈能力是什麼及何時開始？是他把田產賣去，把全部家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，變成沒有了自己的財產，與會眾一同凡物公用。使徒行傳4章36至37節。他是財主，但卻真的是放下一切去跟從主。保羅是法利賽人，而且是比同歲的人更長進更出色，在他本來的宗教圈子中年青有為有前途，但是自從他歸主後，反而把從前以為有益的都看作為有損，把萬事看作糞土，為要得着基督，不再尋求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，乃是尋求因信基督而有的義。腓立比書3章8至9節。對保羅而言，這簡直是要了他的命，但是他因忠於基督而放下自己最重要的東西。後來他們兩位在安提亞侍奉時，被聖靈點名要求教會差他們兩個出外作宣教的工作，神揀選他們為他作工，認證他們在神國度裏有影響力。若果名氣本身能榮耀神，神之子要道成肉身的話，必定會被神安排在大戶人家出世。但因為不是這樣，所以耶穌出生於木匠約瑟之家，在拿撒勒這個不顯赫的地方長大。為何世上的榮華富貴不能榮耀神？因為福音是關於來世得救的信徒，不單是在天堂生活，而且是身體復活，在主再來時在地上與他同作王，得到世上王權的主及信徒是貧窮的嗎？當然不是。正因福音的內容是這樣，今生的榮華富貴全都是福音所看不起的東西，怎會用來作報道的助力？明白上述的分析，現時主流的報道方法簡直是與聖經的原則背道而馳。我們願意悔改轉身，離開不合神心意也不能真正令人信福音的報道方法嗎？